应该就可以大概瞄一下哈。当我们在使用 do 的时候，都是不特定对象哦，以上娃娃、动物、我住，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自然界的东西。好，那如果是直系血亲或人名，都会用基什么案的哈。那如果是复数以上的特定对象，就是扎怎么按这样子。好，这个是上次的哈，这个是上次已经完成的句子了。好，就是格位标记是受格的哈。maulah kakutu wawa maulah kakutu wawa maulah kakuci inaan。好，我喜欢妈妈。第三句 maulah kakuca panayan， 我喜欢巴奈他们。好，为了有一些可能刚学族语的朋友哦，我想还是大概先解释一下哈。好，这个是需要背了。所谓的背，就先记一下，就是规则哈，规则先记一下。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上一周跟这一周要学的是这个格位标记哦，格位标记就是受格这个。所以其他的你可以先忽略掉。那你要记得是什么时候使用度，什么时候用击什么按，扎什么按哦。好，呃，小孩是娃娃，喜欢是马乌拉。好，马乌拉嘎咕读娃娃。那喜欢是乌拉的意思哈、哦，喜欢是乌拉的意思。那为什么要加个妈呢？因为这也是构词。构词，那它是妈型的，所以我们就使用毛啦，它就会变成一个主动一个状态哈，喜欢的一个状态，一个动词。毛啦嘎咕杜娃娃，所以主格是哪一个？主词是哪一个？嘎咕是主词哦。然后我喜欢小孩，那个被我怎么样的那个对象，就是受词嘛，就是小孩。好，那一般小孩，我们讲是一般的对象，普通名词哦，就是这个地方普通名词。好，毛拉格不多，这个例句我们上次都已经练习过了哈，我只是在重讲。如果说你已经会了，就大概听一听哈。那如果换成别的普通名词呢？比如说像老师、警察、刑系、你们atau maanan kafanaan isu名词大家就是职业类的也都可以哈。护士、一性这个都可以嘛，我拉个都是用都哈。那动物呢一样，毛拉个都啊住，毛拉个都不是这样，都是用都哈。普通名词物品呢也是一样，毛拉个都 in bit，毛拉个都任何东西好。好，这个是需要记哈。如果说是初学，就必须要记。好，第二句呢也是一样，如果换成不同的对象哦，妈妈跟我们是有直系关系的嘛，所以他这边写的妈妈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哦，所以这边一定是讲我自己的妈妈。所以如果你讲毛拉嘎古吉伊那安，是讲我喜欢我的妈妈的意思哦。虽然这边没有写中文没有写我的妈妈，但是那个它底层的意思就是我的妈妈。所以如果是阿公呢，毛拉格吉阿公案一定是跟我有关系的阿公。好，第三句一样都是毛拉格固。好，那如果是人名哈，我先讲第二句好了。如果是人名呢，我喜欢把奈呢，也是一样哈。
把这个伊那置换成把奈就好了。好，直系血亲跟把奈跟人名哈，直系亲属人名都用这个基什么什么案这样子哈。那我再讲一个例外哈，这个是比较呃，有的部落他可能会这么讲，像哥哥，哥哥就不是你的直系，你的直系的那个亲属哦，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是你旁系的哦。但有的部落就会直接讲，但是我们一般会讲吉嘎嘎案，一般都是呃跟我有关系，就是我们共同，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在视讯，对不对？我在跟你说话，然后我跟你讲一件事，毛拉嘎古吉嘎嘎案，这个吉嘎嘎案就是我们两个都认识的哦，不可能你不认识哦，你不认识的我不会这么说，所以那个就是被指定的那个对象是我们共同认识的，所以我就会讲吉嘎嘎案这样子哦。那有一种状况是，好，如果我这样说哈，毛拉卡古多维纳，毛拉卡古多伊纳，这样可不可以讲我喜欢妈妈呢？我来问一下，即我们这边好像都是很会的哈。泰然，好，问一下泰然哈，毛拉卡古多伊纳要怎么翻中文？用口语说就好了。毛拉卡古多伊纳，毛拉卡古多妈妈，这个应该要怎么讲？好，那没有回应。好，在这个时候哈，不是说错哦。你看我刚刚讲第二句哈，某拉嘎古吉伊那案跟我喜欢妈妈，他虽然中文写我喜欢妈妈，但是是我的跟我有关系的妈妈。那如果我讲某拉嘎古杜伊那，这个伊那不一定是跟我有关系的哦。我要表达的是说我喜欢妈妈这个角色，毛拉古杜伊那。我喜欢妈妈这个角色，或者是说这个职业、这个职务这样子哦，它不一定是指我妈妈这样子哦。所以所有的直系血亲的所有的这些专有名词，像法医、阿公阿嬷这些哦，都是一样的意思哦。好，那第三句呢，就是复数了，所以它其实是跟第二句是雷同的哈。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就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今天就是要练这个哈。那我们的学员就准备哈。诶，这个上次没讲到嘛哈。好，例句4哈。另外那个基因啊案，它除了是讲的是表示受词之外哈，它也是可以讲一个方位或者是一个地点。所以这边讲第4句哈，带拉嘎古伊及伊那案，中文翻译就不是我去妈妈这样的哈，而是去妈妈那边，去妈妈那里，就讲一个方位或者是一个地名这样的。带拉嘎古伊及伊那案，那如果是用复数呢，也是一样哈。带拉嘎古伊在伊那案，我去妈妈他们那里，所以它有一个一。有一个要特别要写哦，时间或地点前面都会加这个来了个故意及伊那案，我去妈妈那边。复数呢，来了个故意在巴那样，我去巴奈他们那边，就这样子哦。好，呃，我刚好都全讲了。好，那我们很快的来请我们的学员哦，很快的找一句来写一下来。有6位吗？我们就试一下哈。
就很简单的写出来，这样就好了。其实不用太拘泥那个句子的困难度了。好，那我们线上还蛮多人的，所以有一些是旁听的嘛。那旁听的朋友，你也可以自己练习哈。好，我这边呢，我们就是特定对象的单数跟复数都一起写哦，所以你们就写2句，好，试试看哈。这个上次应该没有练习过嘛哈。好，我们的6位学员哦，来练习写哦。好，那个我再说一下哈，那个练习的方式就是用这个模式哦，但是那个前面的这个动词要换，动词换这样子啊，受词这边也换，这样就好了。好，有吗？有没有人练习？学员都要写哦。那如果说你现在是不方便的状态之下哈，就说一声，好不好？就是不方便的状态下就说一声这样。那这边哈，这个例句，我们看一下哈，像第4句跟5、6、7，我们来做比较哈。所以也不一定是只有妈型的这个毛啦，只要是不一定是妈型的才能写哈。你像第4句带来个故就是去的意思哈。如果是咪型的呢，也可以讲一个很简单的咪咪南，我喝水好了，咪南努嘎古以及南，我在妈妈那里喝水，对，好，哎，我们有2位味道哦，那就有4位正式学员哦。好，现在都没有人写哦，应该是很厉害的意思哦。好，那我们就如果还有正在写的哈，你待会写好你就直接 po 上来，我会再回头讲哈。好，有人弄上来了哈，那个红的照哈，对不对？红丽苑，那请可照可以念吗？还是要帮你念吗？嗯，好，麻烦老师。好，好，这边那个医院的哈，我来帮他念。Kataini kaku i Chimamaan. Kataini kaku i Chimamaan. 我来爸爸这里。那第2句呢？Kataini kaku i za 行西岸。我来老师们这里。好，这个原则上哈都看得懂的。不过如果说从文法来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失误，这样子。
就是构词的部分。像如果我们那个逮逆是来的意思嘛，像我们的那个例句啊，我们那个例句是逮拉是去嘛，哈，逮逆是来。可是如果前面加个嘎的话呢，它有祈使句的味道哦。有祈使句的味道的话，如果把这个嘎固改成你，就会成立了。那就会你要来爸爸这里，那我命令我自己就很奇怪哈、哦，所以嘎带逆，所以这个其实可以省略哈、哦，这个嘎可以省略。不过你这样写还是看得懂，好是看得懂的哦。好，这样那个立院可以理解吗？可以，谢谢可以哈、老师。好，谢谢。好，我们请吴发来念你的例句。哎，毛细技术一鸡妈妈安，你讨厌在爸爸那里。毛细技术一及妈妈安。好，谢谢吴发长。毛细是讨厌的意思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讨厌在爸爸那里。我们来研究一下。其实我们就算讲中文也很奇怪耶。比如说像你看，像我现在哈，我在跟你们说话哈，我应该是不会讲这句话，就是说你讨厌在爸爸那里，对不对？因为那个口气上有点怪怪的。我不知道那个，我发你是不是要写问句，还是说你忘记打问号？如果是问句就很正常。你看毛细技术以及妈妈，你讨厌在爸爸那里吗？这样就很顺。可是变肯定句就会很怪。我发现你会这样跟人家说话吗？就是比如说你在跟你哥哥说话，你会说毛细技术以及妈妈，应该是问句对不对？毛细技术及妈妈，所以你讨厌在爸爸那里吗？好，那我改。没有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说你有另外的想法这一句？可能比如说哥哥跟爸爸吵架，然后说毛细技术一起慢慢是，所以是问句啊，对啊，你的那个语气是问句啊，可能就是确认你是讨厌在爸爸那边。对对对，是，可是那对它的意义是问句哦，它的就是你的那个在说话的那个感觉其实是问句，因为你问他嘛，你讨厌在爸爸那里吗？毛细给手机妈妈，所以对对对对，所以你这样写是肯定句嘛？毛细给手以及妈妈按，除非你把那个给数改成他啦，毛细金啦以及妈妈按，他讨厌在爸爸那里。然后就是比如说我在跟你说话，我跟你讲一件事，就是他讨厌在爸爸那里，毛细金啦以及妈妈按这样子，这样就很顺了。好，好，对，谢谢。好，那我们请那个，我刚搞错人了，是不是？没有，那个没有，对不起。那我们再看那个红立院的这个修正哦，就是等你，立院你也没修正哦，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修正的地方，就是说那个呆腻那个嘎省略就好了。可是他修正成给数。好。OK，那我看错了啊，没有看清楚。好，那这样就可以啊。
变成你的时候就可以了，因为祈使句嘛，祈使句是要有一个对象的。那祈使句可不可以对自己说？我们线上如果有很会说的祈使句，可不可以对自己说？想一下哈，我们等一下如果有人可以回答的，来回一下哈。那我们来看那个，我们请 Alex 苏来念你的例句。达拉金娜以及马耀万，他去马耀那里。曼嘎奈嘎姑以及阿公岸，我想要在阿公那里。毛西金娜在阿耀万，他讨厌还要他们。明天多多南嘎姑以及巴伊岸，我习惯在阿姨他们那里。好，谢谢 Alex。好，我们来看一下 Alex 的例句哈。达拉金拉以及马耀万就没问题，他去马耀那里。达拉是去嘛哈，例句是的。然后曼阿拉伊嘎古以及阿公岸，阿公那里哈，我想要去阿公那里。毛西金拉在阿耀万。他不喜欢或是说讨厌哦，他讨厌马耀他们。好，那这边这边也提醒，如果是我们旁听或者说学员当中有初学的，你看那个 X 书的第3句他讲的是这个是受格，是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他们那一边是马耀他们这些人就是他讨厌的是要他们这些人，而不是说要他们那一边的这样子不是地点，所以他就没有好。mihatatanam gagawin si Faian mihatatanam 是习惯好，我习惯在阿姨他们那里。hatatanam 这个如果把这个翻成米哈的达纳翻成习惯的话，这个好像跟我的习惯用语不太一样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就反正这个句子的构造是 OK 的，没问题好，我们来看利昂的带那个故意去慢慢这样也可以修正2更正2你的更正1跟更正2其实都是可以的你只是改了主词，然后一个是改那个前面的动词。然后呢，我来看一下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可以吗？可以啊。好，请。达拉嘎古吉嘎嘎岸，我去哥哥那里。第二个，马乌拉嘎古以吉苏那样，我喜欢在苏奈那里。第三个，巴拉多古娃娃都在伊那安都达亚尼伊拉伊代巴。孩子告诉妈妈们在台北工作的情形。好，谢谢秀兰姐。好，我们来看一下达拉嘎古以吉嘎嘎岸，哥哥那里，这是地点我去哥哥那里。第二句，马乌拉嘎古伊吉苏奈安，也是一个地点苏奈那里，我喜欢。巴拉多，好，不太一样巴拉多古娃娃都在伊那安都达亚尼拉伊代巴。孩子告诉妈妈们，在伊那安在台北工作的情形，在伊那安可以用这个吗？在伊那安就是妈妈他们没错
可以哈。对，我正在思考你的整句哦。把它多古娃娃度在伊那安。这个那个我看一下哦，我再回头看我们的这个准则哦，看哦，要不要度呢？好像不用，对不对，秀兰姐？哪里？就是你看啊，这个例句3，嗯对不对？我没有写度，对不对？嗯，所以你的那个句子啊，把它多古娃娃在伊那安，其实可以这样就好了。那个哦，不度，用加度。哎呀，该度给度好了，那个好。啊，哦，不行了。哎，把它多古娃娃在伊那安度大亚的你来一代八这样子。哦，只要一个度就好了。哎，如果你度的话，就会不合那个我们原本的那个，就是我们句型的那个构造文法啦。如果说嗯就只有一个伊娜的话，可以吗？如果没有把它按的多把它多古娃娃娃娃不读音那，伊娜都大家你来一对吧？其实你应该好像要，如果按照你的中文啊，嗯你好像要用这一句，对不对？把它多古娃娃读音那，因为那个读音那，我刚刚有讲嘛，读音那就是你在讲的是这个情形嘛，你讲的并不是你啊，跟你没关系啊。你讲这一句的时候，其实跟你完全无关嘛。你看了你的中文，孩子告诉妈妈们在台北工作的情形，你好像在描述一件事，这个可以跟你无关了，所以这个妈妈跟你毫无关系啊，所以你好像可以用这一句，对不对？可以用把它多娃娃读音那都带呀你来一代八，对，读伊娜就好了，不用复数哦。你这读伊娜读音那你的那个妈妈们就不用们了。不用门孩子告诉妈妈在台北工作的情形。对，如果是这样子哈，孩子告诉妈妈在台北工作的情形，他的主语就是把它多古娃娃读音了，都带呀的你来一代八这样子。哦。那如果说你是描述你的心境哦，那个妈妈是你的妈妈，那个孩子是你哦。如果你就是你是那个孩子，孩子告诉妈妈在台北工作，你就要讲把它多古娃娃，那个娃娃是我，把它多古娃娃基伊那安，那个妈妈是你的妈妈。对啊。哦。所以那个有时候我们从那个中文看也看不出那个，如果是国语的话，会看不出那个处境。可是如果从主语就可以看得出，就会那个，因为它有差别。对，从我们那个构句的那个文法看是这样子的。可以接受吗，秀兰姐？可以。好，那我就修正了。好，修正就这样子咯。OK，好，谢谢。这个是好，阿赖。好，那这个是上一次的哈。我们现在讲那个数格哈。好，我们先看那个秀兰姐的修正哈，把它多古娃娃读赢了，都带呀的你来一代八。孩子告诉妈妈在台北工作的情形，可以的。好，反正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我们只要把有特定指向的那一个有特定，我再把这个你看有特定的对象，不管是人名的或是直系血亲的，我们都会用及。那如果是用度呢？度的话就不特定对象。如果像讲到这个以那的时候，用度的话，它就不是你妈妈，你只是在诉说一件事这样子，只讲有一个妈妈而已。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好，现在讲数格哦。
数格就是这个标记是放在最前面的哦，句子的句首。好，一样也是有3个了，乌，然后鸡扎，这样很简单哈，乌鸡扎这样子啊。这边那个有一个斜杠啊，斜杠后面有一个乌鸡，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啦，鸡扎、乌扎，它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会用一个斜杠呢？就是说这个鸡的话变成这个是口语化的问题哦，就是说有省略掉了。那完整的话是乌鸡这样子，然后乌扎。那我们现在说话因为都偏口语化，就是被省略，是会变成有乌开头的，有鸡开头，有扎开头的哦。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好，我们来看那个范例哈。第一句，娃娃金拉，娃娃这个数格哈，就放在最前面嘛，就是放在句的最首，然后它也是是的意思啊。娃娃、无一桑、无一心，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娃娃所有的普通名词都可以放，都用乌哈。娃娃、无一桑、无心系、无一心、无根辜负、无马达亚来，都可以哈。娃娃金拉，他是小孩，这样。好，我边讲，你们也就可以先准备了哈。那个其实也很简单。好，格位标记乌放在最前，我们叫做数格哈，是的意思哈，娃娃。好，井让是他，第三人称哦，单数哦，他是小孩。好，第二句我们来看哦，我们先看这个上面哈，先不要用乌看看嘛，这个就我们说话比较常用的比较口语的方式哦。如果讲她是妈妈，吉因呐金拉啊金拉，那这个我们主语的金拉哦，它没有分那个男女生的他哦，像国语的话会有嘛，中文的话会有，对不对？人字旁的他还有女字旁的他。那我们主语的话，爸爸也是用金拉第三人称，妈妈也是，阿公阿嬷都是金拉哦，所以没有分。那我们的习惯用语，口语化的话，就是直接用基因啊，金拉，及阿公金拉，好，所以我再回头看这个哦，一样，直系血亲的、人名的都用基哦，所以几发一、几发 k， 然后人名呢，几扫码、几个照这样子哦。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例句的下面再有乌鸡、银啊、金拉哈，这个我们可以先不去练它，但是要记得这个概念哈，因为这个也是很多老师共同讨论的结果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其实都被省略了哦。那比较完整的说法就是加个乌鸡银啊、金拉这样子哈，乌鸡阿公金拉。乌鸡烧嘛，金拉这样的，直系血亲跟人名哦。好，那没有乌的话，这是我们现在说话的方式哦，可能是为了简便啊，方便，所以会省略到这个乌，这样。那完整的话就加个乌这样子。好，那是复数的呢，也是一样哦。复数的特定的那群人就是用扎音呢，怎么了？他们是妈妈，他们长大是他们的复数哦，长大单数是金拉，扎因拉长大，所以他们是妈妈那群人哦，这群人全部都是女的哦，
而且都是当妈妈的哦，跟我再回头哦，跟这个扎因拿案又不一样哈、哦。扎因拿案就是我先讲那个妈妈他们哦，我先用妈妈他们这个，这个扎巴那样哈，我改成妈妈扎因拿案，这个扎因拿案是妈妈他们，那这个妈妈他们呢，男女老少可能都有，不一定都是女的。哦，扎因拿案是男女老少都有，就是只要超过只要妈妈再加另外一个人，两个就叫做扎因拿案。哦，只要有两个以上的话就更多嘛，男女老少都是哦，所以他那个妈妈他们是不是只有妈妈而已哦？那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哦，扎因拿张拉，扎因拿张拉是妈妈那一群人是乌扎因拿张拉是怎么全部都是当妈妈的啦。如果他们其中有一个小姐，那就不是了，就不包含那个小姐了，因为他讲的是扎因娜长大，他们是妈妈那一群人哦，还是会有一点差别哦，那比较完整的说法就是乌扎因娜长大这样子。好，希望我这样说明还听得懂哦。那我们现在写例句吧，很简单的哦。那我们的例句哈，我希望那个我们已经比较熟练的人可以多写例句哈。其实目的不是说给你添麻烦，而是说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句子给我们线上，就是旁边跟我们一起学习的初学者这样子哦，让他们有更多的那个例子，可以多学这样子。那立院的还是我来念吗？改造还是我来念吗？那我来帮你念哈。好的，麻烦老师。好，那改造如果说你自己不是很熟练的话，你也可以就是都跟着念这样。好，第一句哈，无形系技术，你是老师。好，无形系是老师哈。技术第二人称哦，你哦。好，第二个，吉妈妈嘎古，好，我是爸爸。那我来看第三句，扎娃娃甘木，你们是小孩那一群，扎娃娃甘木。好，无形系技术这个其实没问题了哈。这个是应该是说肯定一个人啊，你是老师啊，无形系技术。那如果是问句哦，其实也可以直接讲这一句。不过问句的话，可能语气稍微改一下就好了。无形系技术，你是老师吗？所以完全一样，跟肯定句、跟疑问句的那个字形排法全部一样。无形系技术，你是老师吗？无形系技术，你是老师。这个讲说你是老师哦，可能就是说你忘了你的身份了，就是说你可能不检点，那我要提醒你，无形系技术，你是老师，要检点一点，这样子哦，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好，第二个好像立阳写的这个金妈妈个过，会不会有问题哈？好，其实我的习惯哈，我们的习惯，如果说从我部落的习惯哦，如果讲我是爸爸，其实我们还是用乌诶，乌妈妈个过哦。
那为什么这边会用鸡呢？우지妈妈우지 이나 징라 우지妈妈가구。好，第三人称跟第一人称，我想一下啊，第三人称、第一人称，鸡妈妈가구，我妈妈가구。好，这个我们先跳过哦。这个感觉上思路还没搞清楚。溧阳的第三句哦，扎哇哇嘎木，扎哇哇嘎木是你们的哦，你们复数。这个跟第二个那个也是一样的感觉哦。扎哇哇嘎木，这个我想那个溧阳不溧苑，这个我看我后面我再来回你啊，下一场我先确认一下，我再回你那个比较正确的修正比较正确的。好，我们先请那个 Ofat 来念你的例句好了。我嘎巴嘎古，我是年轻人。我吉妈妈给手，你是爸爸。扎法给古纳姆，你们是叔叔那群人。好，谢谢 Ofat。我嘎巴嘎古，这个就没问题哦，这个是很常用的。我嘎巴嘎古。我吉妈妈给手，你是爸爸。我扎法给古纳姆，uji faki kunamu uji faki kunamu kamu kunamu。好，你们是叔叔那群人哦。这个uji mama kisu umama kisu uji mama kisu 这个比较顺哦。这个第三句 uji faki kunamu。好，这个也是没问题。我们先请那个 Alex 来看一下，来念一下你的例句。乌米当埃及拿告是厨师，以鼠尼景拉他是鼠尼，扎法伊长拉他们是阿姨那群的。好，谢谢 Alex。乌米当爱当是煮东西的煮。米当就是动词煮的意思，米当爱就是煮东西的人哦。米当爱拿告是人名，我米当爱及拿告这个就没问题哦。拿告是厨师。好，即容易金拉也是第三人称嘛，容易是女生的名字哦。目前来说，我都只有听过容易叫女生啊，所以他是用女生的她哈，她是容易金拉，好，这个也没问题，或者是我觉得容易金拉，这样也是可以哈。啊，第三句是它是复数的哦，的发音张拉，他们是阿姨那群人，的发音张拉。或者是用加一个乌再发一张了，这样也是可以哈。其实有加乌是，我们过去会比较正式的、比较完整的一个说法了。好，那我们再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好，第一题，第一个，乌马拉冈古爱金拉，它是复式；吉马腰金拉，它是马药。乌吉马腰金拉一样哦。第三个是扎阿公带拉张拉伊带北阿米hồ lô，阿公他们去台北玩，不晓得这个有没有问题？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谢谢秀兰姐。乌马拉冈古夫爱金拉，好，马拉冈古夫爱金拉。如果其实我们讲护士，因为这个我们护士都用那个嘛
日语的那个介词啊，干姑父就是日语的介词嘛。对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名词了。如果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干姑父日本的这个念法当做我们族语的护士的话，它已经是完整的意思了。所以如果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再写简单一点，就是我干姑父金拉喊着，对不对？我刚过户金的，就这样哎子。，对啊，对啊，哦，因为不用讲说当护士哦，那你马拉干过户因为我们直接拿那个啊，我们已经拿日本的那个护士这个字介啊，词啊，哈，对，所以它已经是名词了。所嗯以除非那个像那个，因为我们没有厨师嘛，我们嗯，没有厨师这个专有名词，所以那个我们就用米当当爱，就是煮东西的人这样子。是哦，哎，所以除非你这个是哦，还像比如是说嗯，比如说像我们打针怎么讲？就像，这个也是借的，对不对？对对对，就像，那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听过那个港股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啊，原米足下爱这样，那个在打针的人，我们可能就会叫做护士。哦，对对对，可是那个港股父他已经是完整的护士了，所以马拉港股父爱这个，它也是指的是护士，可是那个情境好像不一样。当护士啊，当老师啊，成为老师，成为护士啊，对，所以你的中文翻译可能要换。那应他可能要该变成他他他他已经是当护士的人，哦可能要变成这样子了。我马干姑父啊，已经了，哦，他已经翻译要换对，他已经是当护士的人了。哦，马拉是他对对，是成为护士的人了，这样子。所以如果中文是讲他是护士，就直接讲无干姑父亲了，这样就好了。哎，我讲，啊，马丹亚拉也可以啊吼，我马丹亚拉进啦，他是工就是工作者，作的人，对啊，哦，工作的人，哎。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哈，就是那个港股父它是完整的意思，嗯，所以它不用构词。护士的话，我们现在是不用构词，直不用接讲，前缀后对，缀这样子，都不用，因为它是完整的意思，因为我们是拿来借嘛，借日本的，对。然后请麻药精啦，这个也是一样啊，就是没问题，它是麻药，或者是无吉麻药精啦这样子，后面有写啊，第三啊有第三个，查阿公。带啦带啦，长长啦，伊台北啊，米葫芦了，好了，米葫芦了。这个跟我们的句型比较没有什么关系了。好，阿公他们呐、哎呀，去台北玩，台北玩，阿公带啦，长啦，伊台北啊，米葫芦了。这个也是没问题啦，只是说我们没有在我们的多了后面的字啊，对对对对，嗯，好，好，那还是谢谢你哦，谢谢对秀兰姐。嗯好，那我们这个练习就到这边哦。好，有人举手哦。金马哥，金马说，你举手是吗？是要问吗？是不小心按到，不好意思。哦，好。如果有问题也没关系，就是先用打的也可以哦。那我们就往下哦。我刚这样讲哦，有问题一定要问哦。那个旁听的没关系，你就直接那个写讯息这样子。好，我们就往下了哈。好，我们现在讲所有格。好，一样也是有3个哈。所有格所使用的这个格位标志有 nu， 也是不指定的 ni、na 这样哈。
我们上一次讲是属格哈，属格也是这3个努尼拿这样。好，我们来看看哈，nu 的时候是使用普通名词，就是不特定的对象，朋友、小孩、动物、物品、自然界现象、自然界的景观啊。那 ni 呢，就特定对象也是一样哦，直系血亲还有人名这样子。那就是特定对象复数的2人以上。好，那这边有一个标记说常常跟属格搞混哦。我们来直接看例句啦，看看你会不会搞混。所有格跟属格的这个格位标记，有时候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就是容易在翻译的时候会搞混哦。好，那我再回头看一下哈，其实所有格就是我们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是有的。那属格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被动句型啊，就是被怎么样，被打、被念、被洗之类的哈，就是被动句型，就是用在就会出现属格这个。那所有格我们在中文翻译就会的、什么的、什么什么的。好，我们来看句子啊。第一句，我百数努阿瓦古尼。好，百数是钱嘛？那我们平常讲的百数就是纸钞。那百计讲的是零钱。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只称纸钞或零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讲都是讲那个百计。不过有的部落会写百数哦，就是所以那个习惯有时候会不一样。我再讲一遍哦。如果我们要去分类钱，零钱的话，我们都用百计，大部分都指零钱，数目比较小的啦。那纸钞的话，就是数目比较大的，都用百数这样子哈。不过我们如果没有去指称，就是我口袋里面有零钱有纸钞的时候，我要讲说我口袋里面有钱，我们都讲就是直接讲百计，讲的统称啊。不过有的部落会讲百数，我觉得这个只是习惯用语而已。好，大概是这样子哦。那古尼就是这个古尼。好，我白苏努娃娃古尼，这个是乌啊，乌是的意思。乌白苏是钱哦，谁的钱？乌白苏努娃娃小孩的钱。然后这个乌白苏努娃娃古尼，这个我们从后面翻哦，这个是，然后白苏努娃娃这个要一起去体会哦。白苏努娃娃这是小孩的钱，这样子哈，小孩子的钱，这个是小孩子的钱，所以这个钱是小孩子的，是小孩子所有的、所拥有的，所以我们翻译是这样翻这个是小孩的钱。那第二句呢？如果把这个娃娃变成伊娜的时候呢，就要换了哈，所以它这个所有格就要换了。白数你伊娜，对，也是一样，直系亲属全部都用你。古尼，你妈妈，白数你妈妈，古尼，这是爸爸的钱，也是一样哈，我们搞清楚这样就好了。那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这个哈，如果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就这个。白叔你妈谁的钱伊娜的钱，白叔你伊娜，白叔你阿公的钱，我祝你伊娜妈妈的狗，这样子哦。好，那
我先讲第3句哈，我白素这个是复数了，白素那伊那古尼，好，那伊那就是妈妈他们哦，那这个妈妈他们就没有分男或女了哈，就是只要妈妈那边超过2个，就是妈妈他们，或者是如果一个家庭啊，爸爸妈妈哈，比如说妈妈他们都坑我的压岁钱这样的，像我过年的时候也是啊，小孩就说，跟那个亲戚讲说，妈妈他们都坑我的钱了，啊，其实他指的就是我跟我太太这样子哦。那看他看中哪一个，当他说的那个就是被指定的对象，所以他一定讲说，他坑他钱的就是他妈妈了，啊，只是说有2个以上这样子，就是我跟他共谋犯罪，对不对啊？所以只称的那个人去代表他们那一群人这样子。我拜孙那一那古逆，这是妈妈他们的钱这样子。好，我们把这个练习写完好了，把这个练习写完，因为还有2分钟，看看能不能写完哦。好，我们来看那个一下。是，我们应该念哪里啊？好，午饭请午饭来念你的例句。Upe nu ayam kuning，这是鸟的羽毛。Utaraga ni ngaju kuning，这是ngaju猪的陷阱。Ugasui na mama kuning，这是爸爸他们的木材。好，谢谢午饭。Upe nu ayam kuning，ayam 是动物，普通名词哦，用 nu。Upe 是羽毛。第2句 Utaraga ni ngaju kuning，你ngaju kuning。好 ，Taraga 就是陷阱哦，谁的陷阱 ？Taraga ni ngaju。好，第3句，我告诉你呢，妈妈姑你，妈妈爸爸他们，好，告诉你是木材哈，我告诉你呢，妈妈姑你，好，请秀兰姐念你的例句。很简单的。对对对。Utuber这是小孩的帽子。第2个 Utuber ni阿公kuni，这是阿公的帽子。第3个 Utuber na 阿公kuni，这是阿公他们的帽子。好，谢谢。很简单。其实这样就好了。其实我也是希望你们写这样简单的哦。Utuber 就是我们讲的帽子嘛哈。Utuber no 这是南斯阿美的。南斯的。他们是讲嘎蹦嘛。嘎凤或者是Utuber这样的哦。Utuber no 娃娃姑你，小孩的帽子。Utuber ni 阿公，好就是亲属的专有名词啊，你阿公就变成你了。第3个 Utuber na 阿公姑你，阿公他们哦，好，立愿，我帮你念对不对？Utusas nu 信息 Gura， 好 ，Gura 就那个 ，Utusas 是书哦 ，Utusas nu 信息 Gura 那个是老师的书。我 imbit 你妈妈姑你，妈妈 imbit 是铅笔哦，我 imbit 你妈妈姑你，妈妈是亲属专有名词哦，妈妈，所以用你哦。我犀利那妈妈姑啦，犀利是羊，那妈妈就是复数了，爸爸他们的羊这样子哦。好，最后我们再请那个 Alex 叔来念你的例句。嗨，我飞迪努盖因古尼，这是女孩的耳环。我把白鼠万，南莫古尼，这是南莫的钱包。我鲁玛那嘎造古尼，这是嘎造他们的房子。好，谢谢 Alex。fitting 是耳环哦。改印是一般的名词，改印嘎巴，好，娃娃为上
都是用努啊，无非定努改英古尼，这是女孩、女孩的耳环。我巴拜苏安尼南木古尼，好，巴拜苏安就是放钱的地方哈，就是钱包啦，就是存放钱的地方，巴拜苏，所以这个是构词哈。我巴拜苏安尼南木是人名，南木是人名，就用尼。好，这是南木的钱包。乌鲁玛那嘎造古尼。鲁玛是家了，房子。鲁玛那嘎造他们，好，所以其实不会很困难。那希望我们当中的初学的学习，希望可以明白哈。我们第一节课我们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到。我刚刚我找不到好，我刚刚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例句哈，就是我一时找不到。那我凭我的印象，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是在因那案吗？还是想一下哦。我刚刚有讲一个那个，好像那个秀兰老师，你还记得吗？就是我刚刚有讲一个，就是妈妈那群人都是妈妈，那个是谁的例子啊？你还记得吗？那个数格的复数。在伊那张啦，所以数格的，那是哪一个例句啊？我怎么找不到？呼吸，没了耶。好，没关系。如果有人找到再跟我讲，我们先继续上我们的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老师你没有分享画面，哦，是吗？好，这样有了哈。有了。OK， 好，我们刚刚是练习到这边嘛。那我看一下那个，刚刚最后 PO 的是 Alex， 他已经讲完了嘛，所以我们就直接往下了啊。那刚刚要修正的这跟那个立院他已经修改了，就是如果是只表明自己的这个身份的话，我们就是用吴妈妈个故，吴姨那个故，吴阿公个故哈。那如果是指称别人，我们就会用鸡，吴鸡妈妈金啦，然后就是第三人称，或是第二人称也是一样，吴妈妈吉苏啊。鸡妈妈吉数，夫妻妈妈吉数这样的哦，所以这样就可以符合我们这个原则哦。那这个原则上，这个例句的这个原则是正确的哦。我没有想到说要第一人称的时候要怎么用哪一个数个哦，还是用乌啦，乌妈妈个故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数格的这个，其实你说它有3种嘛？如果说按照我们的比较
传统正确的这个原则的话，其实只有一个，都是用乌娃娃、乌吉银呢、乌扎银呢，都是用乌哦。其实哦，只是说看这个后面的这个名词，看是用哪一种的，那可能就是要加鸡或扎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往下哦。好，只是代名词。好，只是代名词讲这个、那个、这些、那些的哈。我们来看看，我们直接看哦。好，先讲主格哈。好，会使用的这些代名词有3个哈，古尼、古拉、古亚这样子哈。古尼、古拉、古亚这样子。古尼就是这个、这些。那古拉就是那个那些，而且这个都是在你眼前的哈，就是我们讲的在现场，古尼、古拉都是在你眼前的，那会按着你所指称的这些东西的距离，跟你之间的距离会做分类。那要怎么样去分类古尼跟古拉啊？这个要看那个跟你对话人的这个相对位置啊，也就是说，我在跟你说话，我要说古尼，就是我们的相对位置，它这个东西是比较近的。那古拉，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那个古拉它是比较有距离的，就那些啊，那它是可能是离我比较远的，或者是在你那边。好，这个东西在你那里，我也可以说我们之间有一点距离啊。古拉就在你那边那些这样子。好，其实这个跟中文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稍微有一个有距离上面的那个概念了。那古亚呢？古亚就是不在现场的，这个常常会用在那个描述一件事呢。这样子哦，你看我在教室哦，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件事。巴布达这样，古亚瓦住就是我听到有狗在叫，可是我没看到，所以我就会用古亚，它没有在我的眼前哦，我只是听到它在叫而已。古亚瓦住，喵嗷古亚瓦住这样子哦，所以我不可能会讲喵嗷古尼瓦住这样，没有在我的眼前。也不是在那边，因为我也没看到喵嗷过来哇，除非我看到哦，除非我跑到我的窗外去看到那只狗啊，喵嗷过来哇我就会这样子哦。我现在没看到，就是喵嗷过来哇好，我们往下来看例句哦。第一句我来念，喵啦古尼阿娃娃都沙登，喵啦古尼阿娃娃都沙登。好，苗啦，这个我们上一次有讲过，好啦是拿，哦，那因为它是加一个前缀米阿拉，就是变成一个主动的动词哦，拿。我们上次好像是用马阿拉，对不对？那是被动的。那这个阿拉它是咪型的哦。就是它要变成主动动词的话，都是用咪哈咪啦。那有一些字，它是用妈哈，不是被动式的妈哦，是一样是主动的妈，但是它用ma 哈。但是一般使用妈的时候，都是在描述状况哦。好，我不要讲太多哈，免得有一些初学的会搞混哦。好，沙凳就是菜哈，喵啦姑娘娃娃都沙凳，好，这位小孩拿菜，
米阿拉古拉古拉的那个米阿拉古拉娃娃杜沙登，那位那个小孩在拿菜，那位那个小孩的话就不能讲那些了除非很多复数米阿拉古拉娃娃第三个米阿拉古亚阿娃娃杜沙登。这个就跟我刚刚讲那个狗在外面叫的状况是一样，我是在描述一件事啦，或者是我在跟你讲那个小孩在买菜，就是我在讲我刚刚碰到的情形这样，所以那个小孩现在没有在我眼前这样，喵啦咕呀哇哇都沙灯这样。那这边的那个啊可以省略哦，我们平常说话的话，其实都不会有啊啦，喵啦咕尼哇哇都沙灯可能都会这样子哦。苗了古尼娃娃多的古尼娃娃就这个小孩，那比较完整的句子会加啊这样子。苗了古尼阿娃娃，苗了古拉阿娃娃那个小孩，苗了古亚阿娃娃那个小孩看不见的那个小孩。好，也是很简单，我们来试试看哦。来练习一下，提供一下一个例句哈。古尼、古拉、古亚哈。好，我们编写例句的时候呢，我先找一下刚刚那个我要讲的那件事啊。有吗？有在写吗？哈。哦，有例句了。那好，立院的哈，那还是我帮立院念好了。Misalama kuni awatu tu mali. Misalama kuni awatu tu mali. 这只狗在玩球。萨拉玛是玩的意思哈，萨拉玛。那米萨拉玛就是变成动词哈，米萨拉玛。那这只狗，古尼阿瓦猪这只狗在玩球啊。第二句哈，那只狗古拉瓦猪，古拉阿瓦猪也可以哈。米萨拉玛杜玛丽，如果我们单讲玩球，就是讲米萨拉玛杜玛丽，最简单的哈，就是玩球。米萨拉玛杜玛丽，那谁玩球？那只狗米萨拉玛杜古拉瓦狗在玩球呢。米萨拉玛古瓦祖杜玛丽古，因为什么用古哈？就是普通名词嘛，所以用古。米萨拉玛古瓦祖杜玛丽，那只狗呢？那个狗呢？米萨拉玛古拉瓦祖杜玛丽就这样子哈。好，第三个米萨拉玛古亚阿瓦祖杜玛丽也是一样哈，就是不在你眼前的那只狗这样子。这边讲的那个在现场
不在现场的意思是说，不在你眼看到的范围之内哈，就是你没看到的，就是不在现场；有看到的，就是在现场这样子哦。那我们先请吴发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哎，Midapat kuni Fainayan Tukoko，这位男人在捕捉鸡。Midapat kula Fainayan Tukoko，那位男人在捕捉鸡。Midapat kuya Fainayan Tukoko，那位男人在捕捉鸡，不在现场。好，谢谢吴发。Midapat 还是 Midapat？好，可能那个用语哦，像有时候我们也会讲那个，可能那个方言别不同哦，方言别使用习惯上的不同。Midapat 跟 Midapat 是捕捉啦，那我们那里讲了的 Midapat 是这个字吗？我忘记了。Midapat 是比较有点像那个。好像有像在追打的感觉哦。好，这个是习惯用语不一样。不过是鸡。好，法伊那样就是男生或者是男人哦。比如波勒古尼阿法伊那这个男人，古尼阿法伊那样都不过这样，这个男人在捉鸡。比如波勒古拉阿法伊那样都不过。那一个古拉阿法伊那个男人，那位男人哦。好，第三个是 Midapat Kuya，就是你没看见的，不在你眼前的男生 Kuya Fainayan。好，哎，小白有补充一个叫什么 l e f e l 哎，那个 V 是 V 哦，还有一个叫 La Belle。哎，小白老师，你讲的那个是什么？你们那边的吗？你那个 V 是 F 还是 V？ 还是有笔误 l e f e l 他好像有在下边更正，所以应该是拉贝了，是不是？所以他那边讲拉贝了。好，有听到吗？没有，刚刚我打错了，应该是 the bird。他刚不是讲说 the bird，t，一个是 the bird，the bird 是抓嘛 ，the bird 是捕捉，追捕了，追捕，对啊，对，刚刚打错了。好，那我们再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尼亚扎古尼亚法法伊安多棒，这位女士买面包。米里瓦古拉法伊那样多棒，这位男人卖面包。米本人古亚阿布西多阿多莫，那只猫咪打破桃核。好，谢谢 Alex。好，我们来看 Alex 的例句哈。米阿扎古尼亚法伊那样法法伊安多棒。棒应该是介词哦，就是借用外来的。米阿扎就是阿扎是买，但是要变成一个动词的话，就要加一个咪哈。米阿扎是主动的动词哦，所以它是咪型的。米阿扎都棒，就是买面包哈，买这个胖，所以这个好像是台语是吗？好像是台语，日语啊。苗扎多棒就是买面包啊，完整的呢，苗扎古尼阿法伊那法法黑安，古尼阿法法黑安就是这位女生
妇女、女人都可以哦。苗扎姑娘发发yan do bang 这样子。第二句 miliwala kura a painayan do bang 麦 miliwala kura a painayan do bang， 所以miliwala 是麦的意思哦。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好，没关系哈。如果也这样哈，古拉阿法因那样那一位哈，跟我有一点距离的那一位男生、男人、男士也可以啊。米布楞古拉阿布西多阿多木，米布楞啊，布楞是打破的意思哈。米布楞，那也是一样，加一个前缀咪。就是变成主动的动词哦，米布楞古拉阿布西多阿多木。那只猫打破陶壶，阿多木，陶器也可以陶壶哦。好，那我们再请那个秀兰那个哎，米布达斯古尼伊纳多干嘛呀？干嘛呀？是不是红柿子啊？哎，好，米布达斯古拉伊纳多干嘛呀？那位妈妈剥红柿子皮。米布达斯古亚伊纳多干嘛呀？那位妈妈剥红柿子皮，不在现场。好，谢谢秀兰姐。柿子哦，在阿鲁巴那个柿子。在搞阿鲁巴，因为一种那个有毛那种的啊，毛柿啊，应该是讲毛柿啦，不是红柿子。毛柿应该是毛柿，嗨。不晓得你们那边有没有那种毛柿？台东有。个不红哎，你呢？毛柿那个。干嘛呀，海娘？红红那个嘛，然后毛毛的。对对对。是哦，干嘛呀？哎，干嘛呀，海娘？我怎么记得这个是别的？干嘛呀？我们讲那个搞不红哎，海娘。哎，搞不红哎，然后侬念在里干嘛呀？那么好，红柿子哈。你不拉斯古尼伊那都干嘛呀？你不拉就是剥哈，剥皮不拉，所以就加一个前缀咪就变成动词哦。你不拉斯都干嘛呀？就是剥红柿子。那其实那个皮不用加吗？要，因为那个不拉就是剥皮的意思啦。所以中文就是不用再加一个皮，特别加一个皮的字就不用。就不拉就是剥皮嘛。对啊，你这样翻是对的啦。你不拉斯古拉伊那个跟我有距离的伊那哦，你不拉斯古拉伊那都怎么样？那位妈妈剥红柿子皮。好，第三个米不拉斯古亚伊那都怎么样？古亚就是不在现场的，就这样子哦。好，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困难。但是如果说对初学者的话，只要把这三个弄清楚，这样就好了哦。古尼、古拉、古亚就是你没在你眼前的，古拉就是你自己判断距离，有一定距离的，而且是可以区分古尼、古拉这样子哦。好，谢谢。你讲的嘎布红爱就是这个吗？就是这个嘎布红爱吗？你们讲的是这个嘎布红爱是吗？不是。是哪一个？毛氏啊。如果讲毛，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呢。如果讲毛氏的话，就是嘎布红爱。可是我以为你要说的是那个阿鲁巴了。不是哦。不是，嘎布红爱，你们讲的嘎布红爱就是毛氏啊。是吗？所以你说的是毛氏嘛？哈。嗨，毛氏不是红柿子。OK。阿鲁巴才对。如果是这样，红柿子的话是阿鲁巴。没错。好，谢谢。好，秀兰，你说
阿鲁巴是红柿子啊，嗨，不，阿鲁巴是那个柿子而已啊。柿子，对。对啊，好对。，OK，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好，一样哦。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哈，只是代名词哦。我应该是用那个，是属格哦。我们现在讲属格，好，也是一样有3个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刚刚的主格是咕，都用咕啊，咕尼、咕拉、咕呀这样子。那属格的话呢，就用努哦，一样把那个咕全部改成努，努尼、努拉、努呀这样子哦。好，你们会那个有下载讲义嘛？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哈。那我们直接看这个例句。好，我来念这个第一个例句啊。马了，哦，刚刚是米了哦，米了是去拿哦，主动的拿，现在是，所以现在被动哦。马了努尼阿娃娃过百数，马了是被拿哦，被谁拿？努尼阿娃娃，努尼阿娃娃，马了努尼阿娃娃过百数，百数就钱了哈。好，这个钱钱是普通名词，它是被拿的那个东西嘛。那现在娃娃是什么？娃娃是这个被动句型的这个主事者嘛，哈，所以这个奴隶是属格，奴隶只是代名词哦。这个小孩，马拉努尼亚娃娃古白书钱被这个小孩拿哦，钱被拿，被这个小孩拿哦，努尼亚娃娃好。或者是这位啊，不好意思，应该讲这位啊。好，那这边有特别写一个哦，有时候我们会写努娜，努娜就是努尼啊的连起来的念法哈。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念法，可能这个也是看那个部落口音的那个，会有努尼啊，会变成努娜，或者是努尼啊，会有一个还那个一还是在哈，努尼啊，努尼啊，有的部落会这样念哦，可能是口音比较重哦。那这个也常常听到，我们部落就会念努尼啊，那个有那个一的音比较长哦，努尼啊娃娃，马拉努尼啊会变努尼啊，啊努尼啊娃娃古白树这样哦。那有的部落会讲努纳，马拉努纳娃娃，努纳娃娃这样的哦，它其实是合起来念啊，努尼啊，念快一点哦，这个也是比较口语化了哦。好，第二个例句，马拉努纳努拉，好，马拉努拉阿娃娃古白树，努拉阿娃娃古白树，那位，这个钱被那位小孩拿，马拉努纳娃娃，努拉娃娃，好。在现场的哈，你眼前看到的。第三个，马拉努亚娃娃过白树。好，这个其实跟这个主格在就是结构上都是一样的哈。好，但是所呈现出来的意思是不一样哦。这个是被动句型，所以我们讲努尼、努拉、努亚是属格哦。好，来试试看。来，我们来试这个例句哈。其实我们可以写简单一点，没有关系。
好，我刚刚没有看到这个，我来看一下哈。第一句中文翻译，这位女士买面包。Alex，你说的是我刚刚问的那个吗？不是，我刚才那个中文那边多打一个字，我的是修改的。哦 ，OK。这位女士买面包，看一下。哦，好。毛氏。如果原来搞不懂叫毛氏哦，所以我之前不知道它的中文。其实在翻译上哈，像那个秀兰姐，其实我们部落是讲 KAP 啊，嘎波红是嘴巴有闭着，那有的部落是福嘎波红爱这样，我们是讲嘎波红爱，对，用 P 啊，对，所以都会有一些差别哦。那我们先来看那个好了，看立院的，好，立院的，我来念哈。Masalama nuni awatu kumari masalama salama 是玩，misalama 是主动的玩，所以我们在讲哈，这个我今天才有开始讲那个咪型妈型哦。如果说我们这边里面的学员有初学的哈，也顺便记一下，就说我们阿美族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字啊，我们的单词啊，要变成动词的时候，我们会有两种情形，其实有三种，我先讲两种，因为我们都是讲到咪跟妈嘛，那有的是咪型的，有的是妈型的，可是我这边讲的这个妈哦，它并不是指变成主动动词的那个妈型哦，这边讲的妈是从咪变成被动的，所以这个米萨拉玛是咪型的，它要就是变成被动的话是被玩，主动的话是米萨拉玛去玩，被玩的话就是马萨拉玛，但是它不是妈型的哦，它是咪型的。我这样讲，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哦，但是没有关系哈，这个我们慢慢后面会慢慢再多说一点。好，这边是被玩嘛，萨拉玛努尼阿瓦猪被这个狗玩，什么东西被这个狗玩哦？古玛丽指这个球哦，球是普通名词，所以用古。马萨拉玛努尼阿瓦猪古玛丽球被这只狗玩。第二句，那个这种什么诺拉瓦祖乌玛丽，第三句马萨拉巴努亚阿瓦祖古玛丽努亚阿瓦祖，你没看到的狗啊，没有在你眼前的这样子。好，谢谢立院哦。好，请吴范来念你的例句。Makan nunia mai tengai ku kulasing，花生被这位老人吃。然后 Makan nunia mai tengai ku kulasing，花生被那位老人吃。Makan nunia mai tengai ku kulasing，花生被那位老人吃。好，谢谢吴范。也是一样哈。感恩，感恩是被吃哈，感恩是吃的意思哈。但是这个既然那个我发觉有写到，那我们就直接提出来哦。就是说我们就是新的学员，如果你是在学族语哦，像感恩这个就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 KAEN 感恩是吃的意思哦。那它是妈型还是咪型呢？是米感恩还是马感恩呢？
其实都不是哦，它变成主动动词要加中缀。我们讲那个咪阿拉哦，咪阿拉就是前缀咪哈，马阿拉这个也是前缀啊。还有一种，我刚刚有讲说3种嘛，我先不讲第3种，结果它就出现了哦。那我就顺便讲啊，先有概念哦。这个感恩是中缀的哦，所以它要变成主动的吃的时候，不是讲米感恩哦，也不是讲马感恩，要讲姑妈恩这样子哦。那这边如果要变成这样的话，马感恩被吃，马感恩，来想一下哈，中缀，好 ，OK， 对，被动式的话就马感恩，努尼阿瓦，马里登爱，马里登爱就是老人哈，里登这个也是一个构词哈，里登就是 liteng，里登就是年老，马里登爱就加前缀跟后缀哈，前后都加，马里登爱就是变老的人，只要有那个有 ay 的后面的有 ay 的都是通常都会有的人的意思哦，就变老的人就是老人了。好，花生就是古达星，马卡恩努尼亚马里登爱古达星，这个花生被这位老人吃。好，第二句就一样哈，马卡恩努拉啊马里登爱古达星，那位老人。第3句马卡恩努亚啊马里登爱古达星，那个不在我眼前的那一位老人，这样。好。我们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马蒂弗努利亚盖因古弗拉兹，你被这位少女冲。马蒂弗努拉盖因古弗拉兹，你被那位少女冲的现场。马蒂弗努亚盖因古弗拉兹，你被那位少女冲不在现场。好，谢谢 Alex。好，我们来看哈，这个也是啊 ，defect 就是原来那个叫冲哦，冲defect 就是那个 Alex 还有没有那个比较捣米吗？啊，对对对，捣米哦，对对对对，我跟你捣米想不起来，对对对对对，捣米 defect。那现在我小时候还有看过真正捣米的哦，后来到国中就有机器的哈 ，defect， 我有去 defect 过哦，就是用机器的。好，所以它是咪型的哦，这个 defect 是咪型的，那变成被动式就直接改成嘛 defect 哦，所以所有咪型的单纯词哦。所谓的单纯词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就是它已经不能再拆了，它是很单纯的一个。像这种 defect 这个我们讲，有人说是什么复杂词嘛，或者是说构词的哈，它是可以拆开的，拆开还有意思啊。像那个 defect 它拆开一个就是前缀，那一个是字根这样子哦。字根一般来说都是单纯词嘛，就是没有办法再拆的，这样。好。defect 就是被捣米，就是被冲吧，我不会念这个字哦。defect nuni a gai in go frat， 好，米被这位小姐倒 defect。第二句 defect nora a gai in go flat 是米哈。米被那位小姐倒，或者是冲。好，第3句 defect nuya agai in go flat， 好，就是没看见的那位小姐努亚。好，
好，大概是这样子哦。我们来看一下时间，57分，所以如果57分下，我先看后面，我们应该受词这个部分，我们就下一次哦。好，我们现在还有3分钟哈，我们来看看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讨论一下。我们现场就是正式学员，或是说旁听的，看看会不会有问题要问。我有问题。是。老师，你的习惯，你讲习惯的时候是用哪一个单字？哪也是跟你那个学习一样，跟学习是同一个字。因为你那个构词，你刚是用什么？我用米哈达达纳姆。你用达纳嘛？哈，我用我用达达纳，因为那个字典是写米哈达达纳嘛，可是我听说应该也是用哪纳比较自然这样。像我们讲，我分别一下哈，像哪纳，像我妈妈会跟我讲了，比如说我刚买新鞋子哦，我妈妈会跟我说，哪纳们好，她不是叫我去学那个鞋子，她就说习惯一下这样，哪纳们好过来不做这样，就是四川嘛哈，应该讲四川。不是四川是达纳姆。但是打南门好就是要叫我试一下，然后如果很挤或者很宽啊，南门很多就习惯吧这样子，所以2个都会用到打南门好就是试一下，打南门好给你鼓住就试一下这个鞋子这样子哦。然后我说太宽了，南门很多我们南门比如说就好了这样，我妈就会这样讲，习惯了就好了，南门啥都就好了这样。所以听觉上好像很像，对不对？可是意思不一样，而且念法也不一样。我讲的打难 t 打难是试，拿难是习惯了，或者是我们讲的学习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讲拿难可能是说适应，或者是说去把学那个当下的那个习惯吧，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吧。我也不晓得我们家的，就是我们那边会这样讲的意思，因为这个可能也都是利用，怎么讲？就是利用好像比较相近的那个意义啦，然后去表示那个习惯这样子，适应或习惯。哪呢？比如说像我从台东搬到台北来，都市来，很不习惯，对不对？然后我的家人就会说：“马南南都给手，对啊，干嘛乱按数？或者说你学校马南南都给手，你说你适应了吗？这样子，习惯了吗？这样子哦，南南。所以那个刚刚是 Alex 讲的哈，我们现在时间讲，我也不敢说错哦。这个达南这个到底是笔误呢，还是说有不同的部落的用法哦？这个我们在做确认，也许是不同部落的用法。刚刚那个我看一下书写破一个这个书写这个破一个，我们看一下，我们就下课Minanam 练习实习试验 Nanam Minanam 都说了学习语言 Minanam 都 Radio 都歌唱歌跟跳舞，学唱歌跟跳舞，实习歌舞 Mihata Tanam Mihata Tanam。所以它其实的意思很雷同啊。那我的习惯是我们自己部落的习惯啊。好，所以我们就彼此教学相长了。还有我再看一下米达南自干是达南尝试试验，对啊，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尝试一下，试一下这样。达南古马恩多感谢塞啊达登，尝试吃那个
嘎吉泰啊，嘎吉泰是辣哦，嘎吉泰是很咸吧？对啊，很咸。对啊，那这边写辣，嘎斯嗨才对哦。辣应该是嘎斯嗨啊，它灯，嘎吉泰是很咸的。好，试着游泳米达那么米兰威啊，对啊，对啊。那所以它也是有差别啦。达纳姆就是尝试，那好的达纳姆，其实我还是不认为是尝